为着要防止这非洲猪只，政府呢是宣布禁止用喷来饲猪仔。即马就冲击到这个专门饲乌猪仔的产业。新竹的肉品市场顶礼拜这乌猪仔的拍卖价呢，1公斤竟然是超过200块，这是创下历史新高的纪录。外界即马嘛烦恼讲，这波起价呢，恐惊只是拄开始尔。未来若准这乌猪仔数量有减少，安尼计数恐惊是愈来愈悬。民众来到传统市啊买菜，所乌猪肉的价少惊一条。几年前1公斤才160块的乌猪肉，即马起到1公斤200块，化工实在有够贵。年前买的时候啊160啊，今天来买啊200，我自己吓一跳，怎么突然现在贵那么多？比白猪还贵多了。黑猪肉，黑猪比较好吃啊。假荤的黑猪很少啊，越来越少。原来是为着防止非洲猪只，政府宣布禁止用喷饲猪了后，过去拢以喷饲猪的乌猪肉业者，即马开始渐渐改用饲料饲猪，甚至改饲一般的白猪，所以才会让市面上的乌猪肉数量愈来愈少，价少嘛愈来愈悬。黑猪的价格大约从105到115每公斤的均价，禁止使用厨余的这个政策会导致黑猪的养殖户越来越少，当然它的供应量会越来越少。那这个部分可见未来黑猪的价格将会继续攀高。新竹肉品市场指出，市面上的白猪饲6个月就当进行拍卖，乌猪的生长期较慢，一般需要12到14个月，所以价少本地就会较悬。不过乌猪数量若是继续减少，恐惊未来价少一定会继续起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